正常3餐嘛，我一天大概吃4、5餐，然后有时候多到6餐。现在几公斤？现在43、44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bby 4号。Abby 是 Sex 里面腰最细的一位。现在还是吗？你大概几寸？23。像你管理身材的什么？我不太忌口，所以吃对我来说，有没有多吃还是少吃，我都觉得还好。对，不太胖到下半身，但我最近应该想要买个什么束腰之类的，可以让自己曲线更美。我有点想要追求就是在近23以内的腰，就是看起来会这样子。我之前其实就一直很喜欢啦啦队的工作，主要是很喜欢在球场上应援的感觉，这样。比较辛苦应该是，毕竟自己不是舞蹈本，就是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一开始会比较挫败，因为没有跳得比别人好，加上我自己的筋又比较硬，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会很羡慕可以筋开腰软的人。然后至于受伤比较少，大部分都是淤青。我大学有一次经历是，我们所有人去，老师学完舞之后，老师挑角色的时候没有选到我，然后那一次其实2/3的人都选上，我是其中少几个。那时候就是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自己很烂，还是就是真的很往心里去。有哭吗？当时回去当下不敢哭，但是我回去有崩溃一下。转移心情最快的方法是什么？大哭一场，再大吃一场，再睡觉。可是你食量大吗？应该算大，正常3餐嘛。我一天大概吃4、5餐，然后有时候多到6餐。就是早餐吃完吃点心，吃完点心吃中餐，中餐完下午还要再吃个东西，然后回到家要吃饭，晚餐跟宵夜。对，好像有点多。最满意锁骨吧，因为锁骨不会胖。有被男友称赞过吗？就是锁骨很性感。没有这倒没有。不过他有说我最近就是屁股的肉有长比较多一点。Abby 自己本身是哪一种类型的女朋友？贴心型吗？贴心型伴再多一点点控制型。你贴心是从哪些地方？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情。你没有做过让男朋友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？最感动，我不太算是浪漫型，所以小东西我比较不会。可是我可以完成你想要的东西，这样子。我比较算务实。可能我知道他手机坏了，我就可能就直接帮他换一台手机。今天他想要跟我有一样的鞋子或者是怎样的，就是才会去就是帮他偷偷准备，然后说这就是要给你的，对，或者是他可能需要什么，我就会帮他弄出来。那控制型是哪一方面？因为我很要求自己另外一半会不会穿搭，所以他如果不会，我就会规定他说你要做什么，然后穿什么，以及你在家里你要做什么，然后出外要干嘛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比较控制他个人的行为举止。你有没有什么小秘诀可以让他们就范，或者是比较听你的？扮大女人的感觉。然后有时候会耍可爱，就是撒娇的部分。我就不喜欢，我就不喜欢。应该是练舞的时候，因为一开始我有正职工作，所以我正职工作跟啦啦队要配合的时候，其实我蛮困扰的。不过今年我做了很大的决定，就是我决定要离开了。可以透露一下原本工作是什么？做会计。这样家人会反对吗？为什么要放弃一个稳定的？其实会因为毕竟原本是稳定的工作，然后球队的话是只有赛季的时候才会打。那我觉得这是我希望的，而且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那你
离开，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个评审点？没有我的目标就是只有往上，不能停止。其实我之前甄选到现在，中间陆陆续续已经过了3年，所以这3年来都没有完成的时候，其实让我觉得，我到底是不是应该要放弃这个梦想？可是因为这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才让我可以继续完成。会想要给之后有这个啦啦队梦想的女生什么建议？这个我一定要讲，就是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，因为这是过程。所以我遇到很多女孩，她参加了很多甄选，但是如果真的不如预期的时候，你难免都会难过。可是你要想，每一次的失败都是经验，你累积完那个得到都是自己的。有没有选上我都是其次，但我最重要是过程。你一定要热爱这份工作。啦啦队给别人的印象就是活泼，所以除了自己本身热爱这份工作以外，我自己个人蛮开朗的啦，所以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开朗，但我觉得就是开心做这份工作，然后喜欢在台上的感觉。